家好，我係 Alice。最近呢，我畫咗幾幅工筆畫呢，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將會喺出年2月呢會有展覽。呢三個嘅作品嘅靈感呢，嚟自自己嘅復原故事，係想呢對一啲我嘅康復影響深遠嘅人呢係表達感謝嘅。第一幅嘅作品呢，係畫自己細個嘅時間呢，爸爸教我畫畫，有以前年代嘅油粉彩啦、調色碟啦，同埋拍紙簿。畫紙上面呢係畫緊一家5口嘅小魚，好開心咁游緊水，代表我嘅家人。第二幅嘅係愛情篇，我喺教會度遇到我丈夫，佢即使知道我患病，仍然同我結婚拍拖。佢對我嘅愛係好真誠嘅，佢樂觀開朗嘅性格亦都感染到我嘅生命呢都活潑起嚟。畫中嘅場景呢係一個浪漫嘅晚餐。每年嘅週年紀念呢，大家都會畫一幅畫呢送俾對方。餐巾上面嘅紋理呢已經有啲陳舊，代表我哋呢已經結咗婚18年啦。第三幅呢係要感謝呢近年邀請我做董事嘅李錦斌牧師，佢係我遇見過最好嘅上司，俾我好多嘅發揮嘅機會啦。主要係幫手做一啲嘅設計嘅工作。一般人呢唔會覺得康復者係有才華同埋能力嘅。因為對佢哋嘅病患唔理解啦，所以就會歧視同埋欺負佢哋。但牧師好有愛心，俾咗好多嘅教導同埋鼓勵我嘅。作品呢有一個手提電腦啦，上面有4福音解碼呢係李牧師嘅著作。封面嘅設計呢用咗我喺日本得獎嘅畫作，再加上設計師會用嘅 Pantone 嘅配色書，令到個意思更加完整嘅。貫穿3幅作品嘅小谷呢，由成長到綻放，同埋唔同階段嘅調色盤，代表我嘅生命呢，因為佢哋而由幽暗呢變到豐富多彩嘅。同大家分享下呢個製作過程啊。工筆畫呢嘅畫係需要好多時間嘅，每隻顏色呢係搽10幾次嘅，又要等佢乾，所以呢起碼要畫10幾20個鐘一幅㗎。同依家呢用 AI 幾秒鐘將幅圖出嚟嘅感覺呢係好唔同㗎。呢種嘅藝術呢要花好多嘅心機，太多嘅水、太少嘅水都係唔得嘅。畫嘅速度呢亦都唔可以畫得太快㗎。真係呢一種嘅深耕細作嘅藝術。其實做作品嘅時間呢，最初都覺得好大壓力㗎。1、2個月之內呢，要由構思啦、起底稿啦、勾線啦、重複上色啦，到複勾，淨係做底稿都做咗3次。雖然係辛苦，但係學緊一個專業嘅做法，用嘅顏色同埋畫紙都係專業級嘅。喺呢度呢，都要多謝賴君婷老師嘅指導。由1年前啦，第一次接觸工筆畫，佢都好因材施教嘅。雖然都覺得有啲吃力，但係呢都學到好多嘢。佢嘅作品呢，顏色呢係好柔和嘅，好好嘅技巧，亦都好有溫度嘅。最後將呢3幅嘅作品呢送俾大埔災民同埋消防員同埋香港所有嘅市民。任何人當遇到壓力嘅事情呢，都係會有機會影響到精神健康嘅。但係呢，我嘅經歷又會睇到天父暗裏呢，亦都安排好多好善良嘅人，俾我好多嘅愛護同埋支持。令到我喺愛中係慢慢嘅復原。耶和華是我嘅力量，是我嘅盾牌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，所以我心中快樂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。但願憐憫人嘅神，聖經嘅說話都能夠成為你困難同苦難中嘅安慰，繼續生存落去嘅勇氣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去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作品啦。拜拜。